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科技聊一聊人工智能，聊一聊大跃进这个春节以后这个 DeepSeek 大火了有1个多月前后恐怕2个月。现在呢，似乎这个 DeepSeek 热度已经下去了，大家恐怕有所体会但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个 DeepSeek 热度正要下去的时候，突然冒出一个马努斯乱花渐欲迷人眼可以说是在科技这一块，咱们居然有了一种应接不暇的感觉。你方唱罢我登场，出现了接力棒的现象。这种科技的突破层出不穷，这个到底是实际情况，还是一种假象，一种错觉？今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这是联合早报刊登的，说 Manus 能成为下一个 DeepSeek 时刻，他打的是个问号他这个文章的前面说中国初创公司北京红色蝴蝶科技3月5日发布全球首款通用 AI 代理 Manus， 据称性能优于美国的 OpenAI。 这个它是转发路透社的报道，也就是说咱们 Manus 横空出世，就成功的引起了美的媒体的关注给人感觉美的现在所有的媒体都在紧盯着中国的科技行业的一举一动。以往现在是初创公司，怎么可能对吧会有西方媒体关注呢？但是时至今日已经不一样了。他的文章说一家神秘的中国初创公司凭借一款颠覆性的人工智能应用，正在全球科技圈掀起巨浪。这里说的并非今年1月震慑四方的深度求索，就是 DeepSeek AI 大模型 R1， 而是一款多功能 AI 代理 Manus。 这个 Manus 联合创始人季毅超3月5日在演示视频中介绍， Manus 功能不限于提供解决方案，还能自主完成用户下达的复杂指令，如生成报告、分析财经数据等。季毅超宣称说作为全球首款通用 AI 代理， Manus 性能优于美国 OpenAI 新发布的代理应用，并在 GAIA 的基准测试比分高于 OpenAI 发布的产品。那这个什么 GAIA 是一个用于评估通用 AI 助手解决问题能力的基准测试，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目前大多数 AI 代理仍需一定程度的人工干预和监督，但季毅超说Manus 是一个完全自主的代理，弥合了构思与执行之间的鸿沟，是人机协作的下一个范例。这个评价，这个自我定位还非常高，说就是不用睡觉的随身秘书。他说为了展现 Manus 的性能，视频还演示了3个案例：求职简历筛选、房产研究和股票分析。不能不说这个3个案例都直击当今这个年轻人的痛点，对吧？一个是求职嘛，你找不到工作，求职的人越来越多，应用也越来越广。房产研究，你看看大家现在想买房子又担心房价暴跌，想卖房子吧又担心房价到底了要反弹了。股票分析就更不用说了，对吧？那么多骗子这个什么投资理财都能赚得盆满钵满，说明这个需求非常大呀，对吧？能帮你分析股票就能帮你赚钱那你说这工具有没有用？一个是就业，一个是发财，一个是住房。所以说你看这3个案例都是直击痛点都一定会受到很多的关注，因为它有应用场景以简历筛选为例， Manus 能自主理解用户的要求，解压文件包，并为文件包中10份简历进行重点内容标注和候选人排序推荐。在房产研究的案例中， Manus 还能结合家庭收入和孩子上学要求，在纽约筛选出安全、犯罪率低的社区，并推荐符合标准、适合购买的房产。你说他这个为什么不是在北京、上海？案例都要举这个纽约的。根据官网Manus 甚至能制作电子游戏，以及构思日本7天旅行并求婚的攻略。说有网民形容Manus 就像一名万能的随身秘书，能替你安排好所有的事情，而且完全不需要睡觉。有这个人工智能媒体创始人3月8日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说Manus 基本能完美的创建一个关于他个人传记的网站，且内容100%准确。他还测试了 Manus 进行长时间研究的能力，要求他设计一门关于 AI 培训的课程，花费近2小时， Manus 就设计出一门涵盖8个章节的课程，包含如何
何使用 AI 工具、应用场景及提示词等。他形容 Manus 是实实在在的产品，甚至宣称中国第二个 DeepSeek 时刻来了。你看看啊 ，DeepSeek 后继有人，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前浪死在沙滩上。美国的一家 AI 企业负责人维特则利用 Manus 代码生成功能，编写出一款飞机小游戏。他形容这是他用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AI 工具。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叫人抬人高啊，对吧？人要靠别人抬啊，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这么能说 Manus 好话，那这个 Manus 一定很厉害。还有网民在实测后发现啊，说 Manus 可同时管理50多个社交媒体账号，并能实时创建一系列互动内容。有评论认为，除了性能卓越 ，Manus 爆火或多或少也沾了 DeepSeek 崛起的光芒。说今年1月中旬发布的 AI 模型 DeepSeek R1，凭借低成本和高性能重创美国科技股，还颠覆了外界对中美科技实力差距的想象，即美国 AI 霸主的地位不再是中国无法企及的。换种说法啊，按照薇薇老师的说法，那就是清场时遥遥领先。因此啊，当 Manus 被视为 DeepSeek 崛起后又一个后起之秀，自然引来中国媒体和网民集体为他起立欢呼。有网民兴奋地说啊，一夜之间 Manus 让硅谷无眠，让 ChatGPT 沉默，让 DeepSeek 流泪。还有自媒体情绪激动地写道，这是 DeepSeek 之后又一个王炸，超越 DeepSeek， 炸醒了整个 AI 圈。中国团队造，宇宙为我们闪烁啊，等等啊，这些激动人心的文案啊，在这个抖音上面社交媒体平台上广为流传。我们又赢了啊，赢麻了。还有不少券商急着开会评估 Manus 影响，其中华泰证券更将 Manus 形容为 AI 代理的 ChatGPT 时刻。此外啊，说由于 Manus 母公司北京红色蝴蝶科技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肖红和季毅超都是90后创业家，且都没有在海外留学的经验，不少中国自媒体就将上述两人与背景相似的80后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做对照。不过 Manus 虽在 DeepSeek 光环下获得泼天流量，但这场流量的狂欢仅持续了24小时，就迎来了铺天盖地的质疑和争议。从神坛跌落，说首先 Manus 并不完全是从零打造出来的颠覆性产品。有网民在测试时发现 Manus 基础结构使用的是美国企业以及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等现有的模型，甚至有团队仅用5个人3个小时就通过拼接 GPT 等不同技术开发出 Manus 山寨版。搜狐科技认为，这意味着 Manus 技术门槛并不高，本质仍是工具链的拼接，并非底层技术的突破。这个作为 Manus 联合创始人之一叫季毅超他星期一也就是3月10号发视频承认 Manus 调用了这个微调后的通义千问模型，当然还有美国AI 公司的模型。说此外 DeepSeek 发布后立即开源不同， Manus 每天只限量发放500个邀请码供外界测试。尽管 Manus 官方解释这是因为他们完全低估大家的热情，设计服务器容量有限，但不少网民质疑这是在刻意营造饥饿营销。那报道说由于 Manus 邀请码的稀缺性，该邀请码一度在中国二手交易平台闲鱼被炒至高达10万元人民币。更为关键的是 Manus 似乎并不如宣传般的那么好用，指令无法执行，执行时间长，信息不准确等吐槽声不曾间断。很多科技博主记者说让 Manus 到附近餐馆订一份炸鸡三明治和订购飞往日本的机票，但均以系统崩溃告终，甚至无法给出有效的订购和付款链接。测试失败后，该记者还让 Manus 制作一款以火影忍者为灵感的格斗游戏，但半小时后系统再次报错。还有用户发现 Manus 输出的结果并不可靠，如 Manus 在进行游戏机市场分析时竟遗漏了日本游戏巨头任天堂的游戏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这是常识性错误。说在 X 上还有一个戏剧性的事件，知名的 AI 网红在
3月8日上传一段视频，声称Manus 能同时执行50个任务，且比 DeepSeek 更准确，能同时处理金融、交易、研究、采购等任务。但这则推文发出仅1天，结果这个 Manus 的创始人季一超就出面辟谣，这个视频绝对不是 Manus 的。他说Manus 是一个基于网络的 AI 代理，不是智能手机的虚拟网络控制台，就是 VNC 所以说诸如此类的自媒体错误炒作以及邀请码稀缺造成的排他性，或许就是造就 Manus 获得不寻常关注的原因。从实测表现来看， Manus 并没有兑现技术承诺，似乎是一个炒作领先于技术创新的案例。对于市场的批评， Manus 合伙人张涛曾2度发文道歉，并称目前 Manus 仍处于初期阶段，很多功能尚未完善。 DeepSeek 突破式进展所激起的 AI 热情以及民族主义情绪，已让市场和民间对中国科技产业的预期不断膨胀。或许正是在这股情绪下， Manus 又不断的抬高社会预期，加上产品本身的低透明度，才催生出这股有点像狼来了的轰动效应。还有人说尽管 Manus 可能会是个股票投资高手，他这个案例不就是做的是那个股票分析嘛，对吧？那你既然 Manus 能够用来买股票，会筛选最好房地产投资的人工智能代理，那谁能保证就是担保他绝对不会做错决定？当 Manus 做出财务决策让公司损失数百万美元时，谁来负责？这也带出一连串的道德和监管问题。这是媒体关于 Manus 一篇报道，对吧？这个火了24小时的一个人工智能代理，说明什么？是不是说明了咱们这个科技创新进入一个泡沫期，浮夸成风，对吧？炒作成风我记得这个 Manus 刚出来的时候，我在那个胡适节目就说了，因为当时第一反应是国内还不清楚的时候，但是资本市场先反应，很多跟 Manus 相关的什么上市公司股票暴涨，这更像是一个炒股票的，不是这个 Manus 自己炒股票，而是他是为那些所谓的科技股上市公司讲故事用的，它不是用来推荐你买股票，更像是一个镰刀来割韭菜的。 DeepSeek 大家还没有消化完，对吧？ DeepSeek 到底有什么用，能够推动咱们，对吧？就是效率、工作、生活能够影响到什么程度，有多大的收益，谁会去用，这些还没整明白，这个后面的 Manus 就出来了，目不暇接如果说这些都是事实，都是真的，那确实值得可喜可贺。但是假的真不了，真的也假不了，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这还没溜呢就散架了，对吧？一天只给500个代码，500个这个邀请码就是你这500个人可以用，用了之后还这么多负面的评价，那这是一款什么产品？所以第一个就既然你没办法同时响应这么多人来这个使用，满足这么多人使用，那你为什么急急慌慌的要去推广，对吧？进行各种营销完了营销完之后，一天只给500个邀请码，所以说这个炒作的痕迹太浓，拼凑的一款产品，然后再加上适当的网络营销炒作，再借助现在这股民族主义思潮，对吧？这种崛起，科技崛起，文化崛起，这种假象，到底是 Manus 他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氛围来发展自己，还是说我们这种民族情绪需要 Manus 这样的产品，就需要这样的东西来，这就像粮食一样的给我们补充能量，补充子弹，谁需要谁就像这个哪吒2一样，对吧？一部电影深深的给它扯到一个高度上，它本来这个电影还可以吧，但这个娱乐产品看其实挺不错的，它里面的很多台词很多说法给人感觉直指人心，似乎能找到共鸣，所以说它当个娱乐产品看没毛病。但是你深深把它拔高的一个高度，变成一个我们文化自信，我们已经，对吧，在文化方面已经傲立全球，这个就过了。尤其是为了证明它厉害，对吧？各个单位组织去看，有很多人很多企业为了蹭这个流量，他包场请人看，就是把这个当做一个营销手段，这个就是本末倒置本来一个挺好的电影，最后导致人家怀疑你这个票房作假，你这是纯粹的为了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实际上给这个电影不是在增色，不是在增光，而是给它披上了一层面纱。这是春节以后咱们值得关注的2个大现象，一个就是 DeepSeek， 就是科技似乎突然爆发了，然后顺势推出了杭州6小龙，这个给人感觉有点这个组合拳的味道。然后就是哪吒2，这个2个现象给我们产生一种幻觉，感觉好像咱们又行了，经济似乎好起来了，对吧？至少有了奔头
啊。你看要论文化，咱们哪吒2照样可以全球大卖，现在冲第5，哎，全球票房冲第5啊。那 DeepSeek 呢？不要说 DeepSeek 多火了，直接把美国科技股给干下去。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对吧？事实上你只要多关注一下你身边，对吧？你经常走的街道，那店铺是在关门还是在开门？那个店铺是在转让还是说在扩大店面？你街上的人是不是多了？你身边的失业的人是少了还是多了？2月份的数据，对吧？这统计局公布的 CPI、PPI 同比环比都在下降，5星级饭店都在关门，5星级酒店呢，茅台都扛不住了，茅台都开始搭售啊，对吧？你买一套房子多少钱？给你以1499的价格，你可以买3箱或者5箱茅台，对吧？把2个去库存都难的东西绑到一起去库存，也就是说啊，我们个体啊，对吧？所感受到的恐怕都是不太好，感觉比去年还要难。但是这个时候，关于科技行业传来的好消息，对吧？文化战线传来的捷报，似乎让我们又看到了希望，让我们又，对吧？振作精神啊！但是啊，假的就是假的，你经不起时间的检验，没有办法持久。接下来还要讲什么故事？我们要重视科技啊，在科技这儿加大投入，这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哎，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什么新能源，还是什么算力，还是机器人啊，这个都需要突破。但是切记啊，不要把它搞成大跃进的，不要一窝蜂，不要过度炒作啊。你什么东西只要一过度炒作，最后都是一地鸡毛啊，最后就会导致有人把那个芯片啊，对吧？把上面的原来的 logo 给它磨掉，换上中国字、方块字，就变成咱们的了，对吧？或许你现在觉得这种作弊太原始了，但是越高明的作弊手法越朴素啊，就这么粗暴。当全社会啊进入这种状态，亢奋的状态，那种骗子就应运而生。要不然你说大家怎么会相信亩产万计？它反常识啊，但是偏偏大家都信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在那亢奋的状态下，大部分人都会相信，少数人不相信的，他也不敢不相信，对吧？如果你要不相信，你就是异端，你就是另类，你就要被打倒。一个小的创业公司啊，搞了一个 Manus 出来，其实掀不起什么大浪，但恰恰在这种环境下，它就掀起了大浪。反映的问题是，就是浮夸，就是整个社会浮躁，没有人脚踏实地干事。半年前，如果 Manus 团队啊推出这个产品，恐怕就是一个笑话，没人搭理，不会有什么动静。但是你看，他在这个时候推出，一下就炸了。首先炸的是资本市场，不光3G21，胡适先炒起来了，也不知道多少金融消费者啊倒了血霉，被套在这个山顶，变成山顶资本了。我看到很多媒体报道，这个宇树科技的这个创始人，对吧？以前参加展会，以前什么出去做产品宣传，没人搭理他，仅仅是上那个春晚，对吧？他那个机器人扔手绢，后来变成杭州6小龙，一宣传，这一下啊门槛都被人踏破了。这个宇树科技的这个创始人呢，他的微信啊，他的名称后面备注啊，号已满，就是你加朋友就加不进了，已经满了，有什么事找他助理更快，就是你要找他合作，你要找他什么事情，你找他的助理吧，恐怕比找他还要快。你找他，你在微信里发，他就没时间看。你想他一天的微信里面多少人说话呀？他怎么可能一个个的回，一个个看呢？没有时间。你找助理是不是更快？就是说这个说明就是叫过热。正所谓啊，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啊。但这个宇树科技创始人，对吧？带着他的那个机器狗啊，这一代产品在公园里遛弯，对吧？在这个草坪上遛狗，大家也真是好奇。这一下成名以后啊，恐怕这个场景你也很难看见，围绕他的都是投资人，各种打着他的旗号啊去融资的，什么持有宇树科技老转让，对吧？各种骗局，逼的这个宇树科技创始人还是出来澄清，对吧？他们没有进行任何资本运作，没有进行什么融资，什么老股都没有变。你想想吧，谁需要这样的科技热呢？我想更多的是骗子，骗子就希望这样，也只有大家的情绪都上来之后，上头了，情绪高涨，这些骗子就有了可乘之机啊。所以说啊，科技那必然要搞科技兴国啊，对吧？什么高质量发展，但是啊，切记啊，不要大跃进啊，不要盲目炒作，还是要脚踏实地啊，在科技领域取得的一些成就，对吧？没有必要这样去上纲上线，再去跟民族什么要强行挂钩。科技的创新不能助长，对吧？民族不要把在科技领域取得的一点成就啊，非要把它描绘成清场是遥遥领先。不仅是 DeepSeek 啊，就连杭州6小龙的热度啊，都肉眼可见的，对吧？已经冷下去了。我不知道这6小龙后面还能搞出啥花出来，对吧？我倒希望他们有一家啊或者2家能成长成
腾讯啊、阿里啊，实在不行生产成京东这样也可以啊。我说这么大规模，不要昙花一现呢，不要像节假日对吧？节日庆典中的烟花一样，划过一道亮丽的这个痕迹啊，划破夜空，然后就没了，最后变成这些对吧？小粉小红正能量的荷尔蒙。不要说 DeepSeek 啊，你就连 ChatGPT， 它是3年前出来的吧？我记得咱们也做节目，我还用这个 ChatGPT， 这3年来它改变了我们什么？当然了，它会变成一部分人的工具，这个是事实啊。但是同时它也变成了一部分人割韭菜的工具。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谢谢大家。